牙期关本地爱等到冬季附近才较有乌鱼通好掠，不过伫10月下晡，家己布地外海就渔民掠到要到4000尾的野生乌鱼，现场拍出来乌鱼子是水果大鼻，当地渔民也讲，唔捌看过人掠遐尼多野生乌鱼。几下渔民无用咧处理网仔顶面的乌鱼，乌鱼的数量侪甲吸引真侪人来现场看。渔民讲，即个掠到野生乌鱼可能有4000尾。估计经验120万左右。你怎么掠到的？布地外海只尔。哦，啊，当时出海去？会知啊，会知啊。哦。这乌鱼子一瓶差不多有6两至半斤。啊，这差有几尾啊？差不多4000尾吧。家己区渔会表示，一般掠乌鱼的时间，大部分拢是伫冬季附近。即届有渔民提早掠到遮侪乌鱼，毋但鱼仔大只，乌鱼子嘛真水，真正是真罕见。一般咱的海乌鱼吼，可能爱过半个月1个月才会出来啊。我今仔处理透早处理讲钓钓，搁叫再袂转来，叫遮船来去斗载啊。我因阵来讲是算头批啊。感谢这兄弟啦，这兄弟啊斗骹手，阮也无，干那阮某囝也无在钓。当地渔民讲，伫6、7年前的时阵，捌有人掠过1000外尾，即摆也未到乌鱼的时间，就掠到遮济，真正是有够好运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